你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？其实我表妹她脾气一向不太好，之前可能是因为刚刚到这儿的缘故吧。哎，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回头我劝劝她。谢谢苏小姐啊。哦，对了，我好像听她说，她嫌你们工作不太认真，要扣你们薪水。我提醒你一下啊。啊？她要扣我们薪水？停。贺锦熙，该睡觉了。好的，我再玩一会儿就睡了啊。你先睡。怎么回事？贺锦熙啊！别吵！贺锦熙，哎，你干嘛？你别太过分。顾西城，就你喊的，我游戏都已经死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你太过分了吧！玩个游戏你至于这么凶吗？你干什么呀？睡觉。你过分，玩个游戏都不愿意。吃薯片喽！贺锦熙，贺锦熙，贺锦熙，自己睡吧。露露，我也只是提醒一下啊，没事的。那不早了，我先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少夫人她要扣我们的薪水，不行，我得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人。昨天晚上贺锦熙真的把西城给赶出去了。是，露露看见的，说少爷很生气，昨天睡在客房了。